佳能的介绍继续伫咧台北市能商工会就宣布，拜四开始呢，这佳能产地含大挂介绍1公斤落3块，变做是40块半加50块，这也是这个月落第2届咯。进前因为这进口两接是机票是唔对，真济县市拢宣布学校营养午餐禁止使用两接，今日重新来开放咧。地方的教育局表示讲，佫需要评估。十两项山庄的卵是差不多拢卖了了啊！业者下晡较紧来补货，4到6个卵每一箱拢低甲满。业者讲已经收到通知，今日介绍这礼拜是开始逐斤佫要降3块。伊家己看这空卵的介绍，佫算是袂歹。今年给能真的买气差很多？不会啊。哦，是哦，还是有人买？都卖完了啊。十两项嘛，讲伫社区的销售量算是稳定，不过这个月台北市能商工会已经2摆调降2价，顶一波10月20是降2块，这波佫降3块，产地价是来到40.5块，批发价是50块。工会讲继续受到进口卵争议的影响，佫降价是希望鼓励消费者加买，因为卵价若继续一直落，受害的嘛是本土的卵农。一旦拢无消费者即马食较少，做甲伤济，饲鸡都无人要饲啊，都佫无鸡卵好食，影响到迄个生产者的意愿了，对啊。对。真正因为进口水卵这期限去标唔对去，全台湾真侪县市拢宣布讲营养中等等禁止用水卵。农业部和教育部是发话讲定评估，对这新北市教育局讲，目前辅导的学校是使用现卡的国产卵、全卵的加工品，还是其他卵白质的食材，咁要改进搁再评估。本市将于蛋品源头流向标示均确保安全无虞前提下，审慎评估有条件开放学校午餐使用液蛋事宜。台北市教育局讲，已经请卫生局去加强稽查了解源头，下当教育局评估的结果出来再讨论敢要开放。台中市教育局讲，10月20有找家长、教师团体和学校的代表来研商，各方拢同意讲，这水卵的流行佫有疑虑，支持市政府是维持暂停使用水卵的决定，要确保卵品的来源安全了后，才会来考虑改进。目前学校的中昼顿会先用洗选卵，量含营养拢是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